大家好，我係保誠保險企業方案總監岑浩生。保誠保險非常榮幸能夠獲得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2026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。呢個獎項對我哋嚟講意義重大，係對我哋不斷支持香港中小企業嘅肯定同鼓勵。保誠一直專注本地中小企，提供切合需求嘅產品，由商鋪及辦公室保險、勞工保險以至團體保險及強積金等一應俱全。同時，我哋一站式嘅服務亦幫助中小企簡化行政程序，節省成本。除咗提供保障外，我哋為中小企員工提供額外服務，提升僱員對中小企嘅滿意度，增加歸屬感，讓中小企僱主可以更專注發展自己嘅業務。再次感謝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同各中小企業嘅信任同支持。保誠會繼續為中小企提供優質服務，與中小企共同成長。多謝大家。